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民進黨南投縣長的參選人溫世正，22號暗時登去伊的故鄉草屯，一家一戶來拜票，想袂到互狗仔咬着傷，伊的手指頭啊夾一空回胎流，也毋過伊也是忍痛走完行程，一直到深夜才去掛急診。拋出家己半暝仔走急診的畫面，民進黨南投縣長參選人溫世正22號暗時啊，回到家鄉南投草屯掃街拜票，想袂到去到其中一戶選民引導的時陣，叫一隻保護主人的狗仔咬到正手記載。外景界所在叫家會插滴，不過伊嘛是繼續完成拜訪行程。直到暗時啊10點多，伊去到急診處理空喙，嘛處破傷風疫苗。被狗咬。平常是當醫生，現在才知道病人的痛。半暝時段，急診室客真儕民眾。溫世正講，過去家己是體科醫師，如今換家己變做是患者行入急診室，或許有真儕感想。從急診掛號，一直到打包紮、清創、打破傷風、打狂犬病，一氣呵成。很高興我們台灣有這麼進步的醫療體系。肺清空喙處疫苗到領藥化，無到10分鐘就用好勢，而了台灣醫療真厲害。身為手術的醫師，所以剛受傷的時候雖然很痛，但是其實我更擔心的是會不會影響到我手術的精確度。不過還好。我們的醫療非常進步。無政治經驗的溫世正擔任新北市體科技術工會理事長，這邊接受黨內定調回鄉參選，離年底選戰敢若剩5個外虧，率去外地的拜票時叫狗仔咬，身為體科技術系嘛虧家己講，手受傷總無通轉嫁，嘛來向支持者報平安，講詳細無影響到工會的行程。